上来看200选战当中，民进党嘅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係3組候選人當中最早提出完全客家政見嘅。對屏東出世、台北大嘅蔡英文，爸爸係客家人，阿妹係河洛人，阿婆係原住民，所以講係促進融合最好嘅理由。所以佢對多年嘅促進文化保存啦創新有當前嘅感受。200強攻客家票，佢宣稱客家妹佢係客家人。希望重建客家人嘅認同啦公眾。用200移歸來，也係高雄民農嘅黃貼紙，也係新竹新埔移民紙。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阿妹做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還有台中董事行政版研習發通。我當喺南埔也係北埔，有大型嘅客家發通，陸坤嚟到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有去參加。做第8日嘅苗栗校園比成立過後，已就發布嘅完整嘅客家政見。你要創造一個母儀生活嘅環境。我們第2個要做的就是客家藝術的文化的推廣。第3件，我們在客莊的高齡社會的照顧的體系。第4個，我們要振興客家文化走向國際。我們要鼓勵青年返鄉。最重要的一個計劃，也是我們所有的客家政策裡面最重要的計劃，就是台三線的浪漫大道計劃。因多年來，蔡英文會出現去客家莊拜訪，啲公開嘅場合，以未用客話來講演，希望安尼做會同鄉親韓國親。客話也係台灣話。而提出來嘅客家政見，就係將地方鄉親反映嘅需求整理起來。走的過程中，你一定會碰到很多客家的鄉親，所以也開始熟悉這個語言的使用。我覺得要恢復這個語言啊，坐在教室裡學習是不夠的哈，應該要創造出來這個語言使用的環境跟學習的環境。也為蔡英文推出主要嘅國家級台三線客莊浪漫大道旗艦計劃，其實早4年前以參選家下就提出來嘅，不過200又為韓國明確、韓國完整嘅方向，也唔單止係在地產業同觀光發展計劃，還要用國家嘅力量來整合，來重建母語，希望向後生人歸去客家莊，營造客家嘅生活環境，來將客家文化傳下去。不但是中央的跨部會的預算跟它的資源的整合，在地的這個治理的這個區域裡面的所有的地方政府的能量，我們要把它集結起來。也只有這樣，我們才能夠集結出一個足夠的預算規模、足夠的資源，讓整個這種浪漫台三線的建構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投入。蔡英文未提出關於客家特色的百工醫療行統苗，部分日間政府中心要加強社區醫療。服務人員要受基本的合法訓練，為客家莊的裝備做得啲家鄉安養，得到最好的照顧。你想想看，一個客家的老人家，如果他需要一個長期照顧，你把他送到很遠的地方，一個機構裡面一大堆專業的服務人員，不懂得他的語言，不懂得他的生活的方式，對老人家來講其實蠻辛苦的。有時候客家會聽客家的。蔡英文講，200現在以有意的國泰嘅書報，就係珍貴對客家嘅感情，所以以想要為客家鄉親做韓國多嘅事情。啲人民夢等我有改變嘅情形下，而我用實際嘅做法來感通客家鄉親。客家新聞陳永俊、方權芬、陳欣怡台北報道。